还有刚刚帮我递很多东西的我们的执行助理柯翔，还有所有的演出人员哦。然后，如果你刚认识我，可以给一个介绍啊。这边呢是来自太麻里新香兰的一起。好，也是突然的孩子燕城、袁凯，来自台湾籍的弟弟郑东、志伟，越南组的弟弟米卡，好了，喜欢的话，然后最后一首，今天真的有收获，然后接下来暑假应该阿美族都是办丰年祭的时间。如果你要下去部落，真的想要体验一下的话，请上网看一下，就是网络上应该很多关于阿美族的介绍或者其他族群的介绍。然后参与祭典啊，毕竟还是一个祭典，我觉得保持一个尊重的心去看啊，或许他们有一些仪式，可是你不太了解。当然，你可以看我教你那一句话，他们应该很惊讶。很好用的，很好用。做了什么事，然后不小心喝到别人的酒，吃到别人的饭那个样子，然后害你死亡了，然后这里3天3夜都吃不完，很好用，很好用。然后我觉得最重要保持一个尊重并开放的心，我相信你们去很多原住民部落会得到很多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最后一首歌像风一样，送给你们，风好利。Bye.